面的这些发心的部分呢，就跟平常一样，我们要最主要呢就是要发菩提心，所有一切的众生，从在轮回的这种苦海当中要度化，然后让一切众生解脱。以这样的发心，为了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要如法的听课，并要好好的修持。那么这一生当中呢，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成就佛国，以这样的一个用意感，以这样的发心，我们就可以听课，不光是听课，听完课以后呢，我们也是要如此的修持。那么真正的就是要做一个能得到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这是修持的这个之间呢，就是我们就不会放弃菩提心，也不会放弃一切众生，那么不会放弃修持正法，以这样的一个发愿是誓愿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要听的课来说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要讲那个普贤上师言教普贤上师言教的部分来说的话，也是有前善意跟中善意后善意这三个当中呢，我们现在正在就是讲中善意的部分。那么中善意呢，主要的就是书本的内容的部分。那么在书本的内容也是有就是大的分别，就是有那个共同外牵性跟那个不共内牵性。这两个当中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讲不共内牵性。不共内牵性当中呢，也有归发心、修持金刚萨埵的观修，同时还有那个共曼扎的部分，然后就也有上师瑜伽的这些，还有最后的这个破瓦那么这些当中来说到，那么我们现在呢进行的就是在不共内牵性的前面的这个皈依的部分。那么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皈依的功德的方面的这个后段，我们就接着上次呢就是这里讲了一些毗婆达多嘛，是不是？他的故事的后面呢，我们就是上一次的课那么到今天呢，就是我们从在你们的书本里面就是有154页的，是吧？在154页的，从那个如今我们这些人从大安上师就从这里嘛，对不对？上次在这个的前面接着要讲大安上师善知识那里听闻到殊胜正法，并升起少许修持善法，断除恶业的念头。这时如果从内心深处精勤皈依三宝，则三宝并会加持之相续，那么自己的信心、清净心、愿力心、诚信因果等一切圣道功德将越来越增上。反之，若既不内修皈依，也不其他上师三宝，则无论现在的愿力心、出离心多么善良善妙，但因为外境善语蛊惑人心，而自己由智慧简报无有主见，分别念很容易被诱惑，所以现在行善法也很容易转成恶业。因此应当了知，今生断除不善业，也是没有比皈依更殊胜的方法。对于这些更多的修法方面来说到，也是已经前面讲过很多次，皈依是一切的基础。如果没有皈依的情况下，前面做更多的善法都也是不会有太多的成就，因为就是没有基础的。那么如果是地上没有打好基础，我们就是盖一个大楼一样的，大楼盖得多么高，也可以说是多么坚固，因为没有地基的情况下，它同样都会倒下来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就是说皈依是比这些法更为殊胜的原因都是在这里。所以皈依是所有的基础
那么我们同时也一定要知道同时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的内心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坚定心感，对修持佛法的这个道路上比较没有办法，就是非常坚定的，而且是很精进的修持，这些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缘跟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比如在障碍来说的，我们平常都是说就是修持障碍的魔鬼或者是魔障。那么这些魔鬼，如果是一个魔鬼，就是出现在你的前面他叫你不要修信，那当然也许可能你也不会听他的。那如果是你就当时因为他太可怕了，然后太凶猛了，你可能不得不听他，但是你内心里面不会听他的。如果是所谓的魔鬼是真正的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是一个非常恐怖，那么就是非常威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物的话，那就是你会听他的话，也是只是短时间里面，你内心里面不会听他的，你也不会放弃皈依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修行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所有的魔鬼跟所有的这些障碍修持佛法的这些违缘，并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可怕，也并不是那么不喜欢的东西会出现的都是非常喜欢的，也非常可爱的。那么在生活当中也好，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呢，都是会产生贪心，会产生嗔恨心的，这两种都是一样的。产生嗔恨心的对境都是你比较不喜欢的东西，它同样就是也是修行佛法修持佛法的障碍。那你要走一个成佛的道路上的话，你产生那个嗔恨心的对境，是你比较不喜欢的人，也是说你不喜欢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不喜欢的这种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反正就是你不喜欢的一个东西，包括你不喜欢的一个环境也一样的，都是会产生一些想法，而且是产生一些像比如说你待在一个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待在一个你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你也是经常都会想这个环境我就不用待的话，一天也不要待，会对环境都会有这种产生一些这是鬼地方这是魔的地方，魔鬼的地方等等。实际上这个环境跟你的关系来说的话，因为你自己变成这里要待在这里，比如说甚至你就不愿意待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在坐牢，那么监狱里面的整个的环境你肯定不喜欢，但是任何一个犯人都想这个鬼地方早离开能多好，会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你自己的所做的业力跟你的因果产生了在你的身边，并不是说是那个环境造成你的这种痛苦。所以产生这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修行的障碍。因为修行是什么呢？心要清净，平常都是心要清净。那如果是你喜欢的对境，那么今天出现的很多魔很多的鬼，那么很多障碍着你的这种修行的人，那就是会产生让你贪心，产生让你执着这些的很多对境，不管是人也好，动物也好，那么金钱也好，物质也好，等等各种各样让你产生贪心的这些一切，包括你自己的人生身体都是一样的，所以都是会执着你自己的让你产生执着的缘故，所以也是都是同样的变成修行的障碍。所以这些障碍呢，就是随时随地都是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呢，就我们一开始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因为刚从上师的跟前听到了一些善法，或者是佛经里面就看到一些善法，或者是这一些高僧大德们留下来的一些著作的书本当中，我们看到一些修善断恶的一些方法，觉得很不错会就是自己内心里面提高了一点点精进心，对实践轮回来也是对实践轮回也是产生了一点点出离心的情况下，这是必须得要坚持，而且是要坚定。所以我们经过六度波罗蜜僧当中所讲的一样的，作为所有的这个忍辱也好，然后精进也好，智慧也好，都是必须得要搭配的。最主要呢就是要忍辱精进那么智慧都需要的。如果是没有这些的情况下，那么就各种各样的这些魔障是会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然后它就是不光是在外境当中会出现，那就从你内心里面
一切的想法都是你从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产生的嘛。所以这些产生的时候，就为什么我们平常都说修行人必须得要修好自己的内心，要观好自己的内心。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或者是可以认出为这是我的心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颜色，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就是它多大啊，然后多重等等这种比喻去看的话，那么实际上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但就随时随地都会产生那些想法的这个一念的那个产生的这个来源。那我们在世俗的过程当中呢，只能是当做是把它就是有一个有的一个东西，然后当做是有心也这么一个。所以有心的话，那怎么办？心是可以好比一个没有驯过的一匹马一样的。如果是根本就没有驯过的一匹马，如果是主人骑在那个马的身上的话，它会摔死的。所以因为没有驯过嘛，它是会乱跑。乱跑就是石头上面、水里面，什么到山上山下都是，它是会随便跑的。因为跑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受伤的，马也好，人也好，都会受伤的。那么就是一匹马驯过了以后呢，那么就主人自由的可以方向它去哪里就是去哪里，就是有达到那个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心是这样，我们就是训过啊，连过，然后就观好的话，心呢就是让我们直接到达这个佛的境界。如果说我们没有观好的情况下，随时随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是因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当初的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无明跟愚痴，所以呢，没有一个好的念头跟想法产生，一切都是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想法。那么从短暂的时间来说呢，都是对自己有利益的但是实际上都是没有利益的，都是会造成让我们一直都是不断的在轮回的这种因素。所以呢，就是我们平常呢，随时随地都是关照自己的心，观察自己的内心。从这个今天讲到的这个皈依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上面来讲到，那这里面讲的都是讲的就是皈依的殊胜。也并不是说是其他的法都不殊胜，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皈依的时候，就是提高皈依方面的，那当然就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是在我们这里讲到的就是皈依的功德。然后任何一个人长期及内心里面有皈依之心，那么不远离皈依之心，不能远离皈依之心，以这样是一个保持性的，就是要能够可以持久的，就是也永恒性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需要一个永恒性的这样的心情的状态要保持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必须得要随时随地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在那里，就像比如说现在的一些财库或者是银行等等这些，就是24个小时就是作为保全，然后就是摄像头也好，各个方面就人跟什么就会该用的全部都用，就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财产跟金钱等等一样的。我们把这个心呢就当作比这些更重要的。所谓的心你可以分别为两种，一个是好的心，一个是不好的心。那么我们把这个好的心跟维持好的思想，那么会产生那个好的思想也好，那么就是产生坏的思想也好，只要心是一个，那我们就是保护好，那让它产生好的这种思想的时候，就维护那么就必须得要护持。如果是产生不好的思想的时候，马上把它要断除。相当就是皈依的方面讲到就皈依的功德跟长期我们要有皈依三宝的这种念头，但是突然之间出现了，哎呀，三宝我再祈祷也是，他也没有什么加持我，然后我是不是也放弃三宝？我是不是要去皈一个时间法等等？今天好像很多人把那个土地公好像比三宝来的加持更快，我也是不是去那么皈依土地公等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知道。不是这些，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听到了三宝的这么多的功德跟殊胜这些来说的话，那就相当就是我们平常在体验的时候都是有说那个一佛所或三圣的加持，这些是从这个诗句里面讲到的就是真理讲到是真理那么不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就是事实的这种真理的方面呢，我们必须得要走的要稳稳的，才是最可靠的。所以就必须得要提醒，就像我们就是说没有那种驯过的那个野马一样，一个野马，那你要去使用它，利用它，那怎么办呢？那必须得先把它好好的就用各种方法，就是要驯服它，好好的训练了，它就是你主人想要的什么，它都会听话，变成这样的时候，那你就达到你的目的。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不行，所以你就偶尔去看一下它，然后不要去训练它，偶尔去看一下它，想一下啊，我要骑马，想一下，那就没有去骑它，没有去那个训它的情况下，那就它放到多长时间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长期要管教自己的内心以外，没有那个观察，没有在控制，也没有在训练的情况下，那么在少许的这些功德感，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小的菩提心也好，那个愿力心也好，出离心等等的这一切也是会变的。Om Bodhi Siddhama Sukha Janata Dua Om Lulu Lulu Hong Jong Om Bodhi Siddhama Sukha Janata Dua